脾虛就百病生，記好一個經典方，即係俗話講咧，脾虛啊就百病生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咧，就要注意啦。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咧，食飯都有人追住嚟餵嘅，食冇幾啖咧就嗌飽啦，食些少嘢咧就腹脹唔消化，大便偏稀，晚黑瞓覺咧就翻嚟覆去咁踢被啦，一抹嘅後尾枕咧全部都係汗。咁平時咧食些少冰嘅凍嘅咧就容易屙肚。咁中醫認為呢個原因咧就在於呢個脾胃嘅動力不足，咁脾胃就冇辦法咧去正常咁運化呢啲食物，咁食物入邊嘅營養物質咧就得唔到充分嘅吸收，咁就會咧化為呢啲痰濕啊，積聚喺呢個腹部。咁針對呢類咧脾胃虛弱嘅小朋友咧，就有一個經典嘅中成藥就可以對症調理嘅。呢隻藥就係複方太子參顆粒，咁佢就係由經典嘅名方四君子湯咧改良而嚟嘅。咁入邊咧添加咗太子參啦，就益氣健脾；靈芝咧就補氣安神、扶正固本；咁茯苓咧就利水滲濕、健脾寧心。咁入邊咧仲添加咗一啲咧鈣、鐵、鋅呢啲微量元素。咁即係你屋企啊，無論係你小朋友啊出現咗食慾差、唔中意食飯啦、腹脹腹痛啦、消化不良啦，定係咧免疫力低下、容易屙肚啊、大便唔成形嘅呢啲情形，只要係脾氣虛弱咧引起嘅咧，都可以用到佢嚟對症調理嘅。咁啊，佢具有咧益氣生津、健脾消食嘅作用。你記低未呢？